為卑詩省有需要兒童提供膳食服務嘅一個慈善機構表示，受到通脹影響，導致食物價格急劇上升。近期嘅食物需求量亦都大幅增加。何明俊報導。慈善機構 Backpack Buddies 表示，佢哋嘅目標係確保喺平日依賴學校膳食計劃嘅兒童，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能夠獲得適當嘅幫助。該機構表示，喺新冠疫情開始爆發嘅時候，見到需求量上升，但喺過去幾個星期，需求飆升情況前所未有。除咗有嚟自新嘅社區、新嘅學校，甚至仲接獲好多尋求幫助嘅個人求助電話。僅喺上個星期，該機構就喺6個新社區增加500名需要幫助嘅兒童，包括 South Spring 島、Lower Similkameen、Oliver 以及 Penticton 地區。該慈善機構服務範圍已經從低陸平原一路至西北部嘅 Stewart 以及溫哥華島同埋陽光海岸嘅社區。該組織呼籲公眾捐款以及義工加入，幫助有需要嘅兒童。喺服務項目入面，喺週末期間幫助一個小朋友嘅食物需求只需要20蚊，包括9份餐點，加上水果、蔬菜同埋零食。公眾如果有意提供幫助，可以到該機構網站查詢捐款詳情。新時代電視何明俊報導。